上集咧就到咗亞蘇，見到白雪覆蓋咗嘅亞蘇火山。上咗火山後咧，感受咗寒風凜凜嘅雪國魅力，亦都到咗白色一片嘅草千里，亦都品嚐咗熊本當地嘅美食馬肉刺身同埋燒烤。今集咧就帶大家睇下我期待已久，唔止觀光客啊，連日本人都愛上嘅一架集好玩、可以嘗鮮、買特產、欣賞美景於一身嘅觀光列車。仲等？快啲訂閱我嘅頻道，一齊出發啦！啱啱日出冇幾耐，就要趕住去搭火車返去博多，之後就要再去武雄溫泉站啦，準備我今日嘅重頭行程啊！其實日本嘅火車車廂大部分都有行李架，無論你係選擇坐呢個指定席定係自由席，呢一個燕子號咧大概係需要40分鐘就可以由熊本去博多嘅。話咁快就已經由博多到咗今日嘅行程起點武雄溫泉站啦。選擇呢一個武雄溫泉站呢，其實係因為我要搭一架期待已久，連日本人都瘋狂愛上嘅觀光列車啊！入咗呢一個入口之後呢，記住要轉左手邊，就會見到呢個指示牌。搭呢一個扶手電梯向上一層呢，就會見到入邊有餐廳、便利店同埋 souvenir shop 噶啦。就係呢一個閘口啦。坐我1個月前一早訂嘅觀光列車雙星4047號啊，見到有佐賀和牛肉便當喎，等我買個上車食先。就係呢一部啦，我見到全架車身都係白色嘅，雙星4047號咧真係超有型啊！等我帶大家上車睇下先。呢一部列車係由著名設計師水戶江瑞治設計嘅，亞蘇男孩號同埋由布院之森都係佢操刀設計㗎。呢一位設計師設計嘅列車外觀高貴典雅，內部嘅裝潢都以木質配合和風嘅台椅，真係好舒服，好豪華。車廂呢已經安排咗有公共嘅餐飲區俾大家打卡同埋休閒咁享受特色嘅餐飲嘅。每樣嘅設計同埋擺設都十分有心思同埋有品味，真係影相都影到手軟啊！我就建議大家一上車呢，記住影咗相或者拍一片先，咁就會少啲人。開車啦！職員好熱情咁樣歡送我哋啊！等我行去睇下餐飲區有咩選擇先。有清酒同埋啤酒同埋其他飲品。唔少得嘅當然係有列車嘅紀念品啦，錯過咗就要等下一次再搭㗎啦。每一架嘅觀光列車都會有佢自己獨有嘅特色紀念品，記住睇定咗真係要即刻買㗎。呢一架列車嘅重頭戲嚟啦，就係會有4個站入邊俾乘客落車。可以睇下當地嘅特產。
我喺呢個站呢，就買咗呢一個布甸啦，都幾 rich 幾好味㗎。嚟到第二個站肥前冰叔站，除咗當地嘅特色之外呢，唔好唔記得影相留念啊！當地嘅居民呢，擺設咗唔同嘅清酒，大家好酒量嘅朋友仔可以買個成盒上車暢飲嘅。我酒量就唔係好得啦，所以淨係買咗嘢食咋。我買咗一盒鷹餅，呢個鷹餅酸酸甜甜，好特別，又清爽開胃。喺城市我真係睇唔到有啊，我隔離嘅日本人就真係識享受啦，買咗成個清酒成盒。第三站就到咗多良站，雖然呢站台細細，但係人情味滿滿。一出站就見到有一個幸福之鐘祝福我哋啦，我都唔執輸，敲響我嘅幸福之鐘先。喺另一邊仲有當地嘅特產試食，有紫菜啦，仲有個柑，哇，成半個俾我試食添啊，好甜㗎！呢啲先係真正嘅好客之道啊嘛！再一次啟程去到第四站啦。呢個車程係被譽為北九州最靚嘅海岸線嘅車段，因為大部分嘅時間都可以見到湛藍色嘅有明海。你睇下啲彎彎曲曲嘅海岸路段，真係靚到唔想眨眼啊！有明海其實係九州最大嘅海灣，水質高度清澈，海產豐富。其實係可以聯同長期一齊結合旅遊觀光嘅喎。有靚景，當然唔少得美食啦。食咗盒佐賀和牛便當先，每一塊都好多汁同埋好嫩滑啊！嚟緊係最獨特美麗嘅車站，呢一段路段呢，大家非常忘情咁去影相同埋拍片，加上當日陽光灑落去個海面上邊嘅時候，真係好感謝大自然嘅畫家不足啊！小長井站係建築喺海灣旁邊嘅車站，非常特別㗎，再加上白色列車襯托之下，就好似一張最靚嘅明信片。今日真係行到好攰啊！就去咗武雄溫泉出名嘅樓門大眾浴池溫泉啦。呢個大眾浴池仲開到晚上11點㗎。浸完我就慢慢行返去車站，返酒店準備休息啦。早唞啦！同大家介紹下，我選擇呢一間酒店係站前嘅酒店嚟嘅，性價比好高㗎。樓高11層，仲有大浴池，房間呢就唔算好大，但係張床呢就非常之舒服啦。洗手間仲有浴缸添啊！
我就喺Agoda上面 book 嘅，每晚大概300幾蚊，仲連一個好豐富嘅早餐添。下一集繼續玩轉九州，去睇下天然溫泉之鄉別府，飲下溫泉水，仲去埋帶有童話色彩嘅由布院。多謝大家收睇，下集見。